係而家總之就係好興奮啦，因為都係同前兩日講嘅，因為係我第一次嚟香港參加第一次咁大型嘅排面賽咯，所以對於我嚟講攞呢個冠軍真係好唔一樣，同埋都俾我有好大嘅信心喺之後啲比賽入邊會做得更好。唔會嘅，其實從開始到結束都係好緊張嘅，真係嘅，真係。只不過就係要都同喺比賽嗰時都同自己講，做好自己咯，一 Q 一 Q 打，然後按自己嗰啲節奏嚟慢慢嚟，所以我都覺得自己調整得唔錯，所以令我喺決賽度都發揮得唔錯咯。哦，暫時未諗住更多，好似琴日咁，我都冇諗過入咗決賽都冇諗冠軍，慢慢嚟，即係一場一場打咯。我覺得斯洛克都好難嘅，因為對自己希望太大咧，你容易喺比賽上面咧迷失自我，係呢個係一定嘅，一定會對我之後啲比賽都有幫助嘅。因為我覺得喺之前嗰啲比賽入邊咧，我自己都可以感覺到壓力都好大，所以呢次攞咗冠軍俾咗我好大啲動力咯。我覺得之後會越嚟越好。係，因為都係一樣嘅有壓力，不過咧，只不過就係喺自己調整上面咧，我嘅水平同最頂尖嗰幾個選手咧，我覺得就係差啲穩定。因為我有時好犀利，有時就咩波都打唔入啦，好多粉絲都知嘅，所以就我覺得呢排我都喺調整到自己嘅節奏啊，各方面令自己嘅比賽上面更加穩定啲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！